美容院唔會講俾你知嘅秘密喎。假如你係中性肌或者係柔性肌呢，屋企有呢一支雙效淨肌水呢，你就唔使去美容院清黑頭㗎啦。大家好，我係小珍妮。好多朋友呢喺夏天面上係好多油，尤其是係 T 字位，甚至有黑頭，會諗住做針清去處理。但係憑我幾十年嘅經驗呢，針清會擾亂皮膚表層，令到膚質敏感，所以呢，我係唔建議呢種方式嘅。今日我特別介紹呢一款 Miso 嘅西班牙產品，佢係複合果酸，溫和角質更新，提升我哋嘅肌膚吸收效率。方法使用簡單，用面膜同埋搽精華之前用佢呢，就更加吸收啦。而家專屬嘅產品使用方法越嚟越簡單，假如屋企配備一支有黑頭嘅你就啱晒啦。我係小珍妮，今日我哋分享到呢度，大家俾個心心我啊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